尋日我哋就講到客戶100，其實客戶100應該配合埋咧 Lima 嘅1531去到一齊運作㗎。乜嘢叫 Lima 1531咧？1531就係 Lima 收集咗保險業嘅一啲平均數據，10個見面客戶5個可以講保險，3個可以出 proposal， 一個咧就可以成交得到啦。咁而1531配合埋 Project 100咧，就可以幫助同事分析翻究竟佢喺開拓客源啦、開 case 啊，定係成交方面佢嘅強項，又或者邊個地方咧需要提升㗎啦。問題就係而家嘅1531咧，擺喺而家呢個年代咧，可能未必 work。今日同大家分享4個新嘅營銷比率，幫助大家檢視同埋提升我哋嘅銷售成效。第一，流量。假設我嘅 IG 有2000個 followers， 睇到呢條片嘅各位可能有500個、1000個，咁我哋就會睇翻呢條片有邊個睇過我呢？咁呢一個數就係流量啦。第二，轉化率，有幾多線上面嘅朋友可以轉化為線上面嘅保險查詢、招募查詢，或者變成一個真實嘅面談呢？第三，單價。呢一個客戶同你買咗保單嘅保費係幾多呢？係1萬啦、2萬啦，定係5萬呢？第四，翻單率。呢個客戶買咗呢張單之後，同埋第二張單中間相隔咗幾耐呢？係半年啦、1年啦，定係2年呢？以上呢4個數字，流量、轉化率、單價同埋翻單，點樣可以幫助你檢視同埋提升以上嘅成效呢？希望呢4個比率都可以幫助大家喺線上線下翻單做到生意啊！